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6年7月18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39篇第1节到12节、23节到24节。出埃及24章第9节到25节。马太福音第7章15节到20节。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结果。最近的经文拢涉入这个亚境啦、修行啊这种的主题的譬如，基督徒就爱结果子，而且佮结济吼。这是因为上帝会保守，互咱领受到伊的救恩甲恩典，透过安尼结果来归荣光互上帝。种什么树，野什么种，就会结什么果。就会修成什么？出埃及记中的法老王，因为心公义，一再来拒绝上帝，挑战上帝的权柄，也就因为安尼来对入出埃及的以色列人，就落入这红海的权势，全军毁灭，拢失去性命。出埃及记14章第9节到25节，安尼讲。埃及人对入因，埃及王所有的战马、战车、马兵甲军队，伫比哈希洛头前巴力西分对面的海边，以色列人则赢的所在入着因。埃及王瓦军的时，以色列人一直看埃及人入来就真惊哀求上帝。因甲摩西讲：“阮是埃及无蒙地，你才带阮出来死伫旷野是无？你是安怎对待阮，带阮出埃及？伫阮伫埃及，敢无甲你讲，莫插阮，出在阮服侍埃及人？阮宁可来服侍埃及人，比死伫旷野较好。”摩西甲人民讲：“毋免惊，徛好在。看上主今日安怎该救恁，恁今日着看到埃及人，一定永远袂去看到。上主要为着恁来交战，恁着安静。上主要对摩西讲：你是安怎对我后着叫以色列人向前行？你掠竿仔，伸手指海，甲海分开，以色列人会伫海中来行大地。我要互埃及人的心是硬，因要缀恁落去。我要拍败埃及王甲伊的全军战车马兵，显出我的荣耀。我拍败埃及王甲伊的战车马兵，得到荣耀的时，埃及人就知我是上主。上帝的使者本来行伫以色列大队的头前，迄时因拢踅去因后壁，分条嘛对因的头前踅去伫后面。来伫埃及营甲以色列营的中间，埃及营乌云大地变做黑暗。毋过以色列营面是有光，两边拢规。暝袂当来接近，埃及营乌云大地变黑暗，毋过以色列营暝是有光，两边规暝袂当接近。摩西伸手指海，上主互真强的东来吹规暝，互海水来提起，海就成做大地。水分做两边，以色列人落海中来行大地，水行伫因的双边做墙壁。埃及人对入因，埃及王所有的战马、战车甲马兵，拢缀因落去海中。到天要光的时，上主对云条甲火条中间拍落去看埃及的军队，拍乱因的队伍。互因的战车的链仔甲条条行袂去，埃及人就讲：咱着赶紧去离开以色列人，上主为着因来拍咱。耶稣基督提醒门徒，以及军队者
就爱提防遐个假先知的言论，爱拒绝遐个错误的想法甲教导，毋通落入去即个陷阱。毋通互假的外表所骗，因为遐个人所讲的话，就是亲像因所带来的假面具共款。听起来拢是为着你好，为着教会好，但是却是离开真理远远，离开上帝。马太福音第7章15节到20节，耶稣基督的教导，着防备假先知，因来恁遮外表亲像绵羊，内面却凶恶的豺狼。恁会当对因的果子来捌因，兼会当对刺皮挽葡萄，还是对一个来挽无花果？安尼，好树结好果子，歹树结歹果子。好树袂结歹果子，歹树嘛袂结好果子。袂结好果子的树，就拢甲伊撮起来迄落火。安尼，恁会当对因的果子来捌因。听什么款的话，接受什么款，就会接受什么款的结果啦吼。基督徒就是爱世字来谨慎免得来入着迷惑。诗篇139篇第1节到12节，23节到24节，请兄弟家己来研读。恳求圣神显示阮智慧，互阮会当来分别是非，会当知什么是对上帝遐来的旨意，还是人的意思，帮助阮来离开有血，会当来结出好的果子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